昨暝9:11，宜兰县近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上大的震度出现伫宜兰的东山甲台北市的信义区有4级，不过金龙边啊，这个龟山岛的震度顶到干那剩1级。地震专家解说讲，因为信义区伫台北盆地，这个土较松软。 雄雄天摇地动，就含藏伫咧土块围墙拢叫震倒，地动警报大响，全部人拢赶紧避伫咧倒骹。翕起南洋宾馆的镜头群，家家厝内底吊灯、时钟含鱼肚内底水，拢因为地动摇甲真大力。昨暝9:11，宜兰县近海发生规模6.0地动，宜兰含台北的上大震度拢有4级，不过当发现正阳边仔的宜兰龟山岛震度干那1级。 离较远台北市信义区煞达到4级，专家就解说原因就伫咧长期好性。龟山岛它是火成岩，它那个是比较坚实的那个地盘。信义区它是大概在台北盆地的比较中央的那个位置。软弱的这个土层要把这个能量再推到那个坚硬的这个岩盘它那个坚硬的岩盘是不接受，能量就传不出去，就是必须在盆地里面一直绕来绕去台湾长期效应明显的所在，除了台北盆地、南洋宾馆和嘉南宾馆，拢伫咧较冷、较冷的冲积土层，算是软弱严重的区域。地动所来时，让人感受到。专家嘛讲，今年全球已经发生90件规模6以上的地动，要开始进入新一波的地动活跳期。勘察加半岛就发生规模8.8的地震，这个瓶颈期结束了以后那个规模8的那个地震就会比较频繁的那个出现。这个比较大的地震发生的位置还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台湾徛点伫咧环太平洋地动带，地动就发生，民众嘛是拢爱随时做好准备。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